西螺殿、共善堂、和盛堂、总感宫、县城隍等15间宫庙，30尊七爷八爷在台湾文学馆前大集合，场面相当壮观。这是台湾府城隍庙罕见以身心卫生议题为诉求所举办的绕境活动。长都拢整理好啦，我拢整理好啊！今仔就响应了其中举办这个反霸凌。城隍爷座前的范谢将军，俗称七爷八爷，在民间信仰当中是执行阴间正义、惩恶扬善的重要神明。府城隍庙希望透过神将守护人心，以信仰传递正义，让反霸凌不只是口号。在职场上，在校园里，在社会中，在社团中。任何的方方面面都不希望有霸凌的情形出现。为着霸凌事件，要安怎做处理？该引导互伊舒压，互伊将伊受到霸凌的事件的代志豆豆讲出来，互伊释放压力。活动还特别制作反霸凌小卡，提供大家面对校园与职场霸凌时的应对指南。更首度发表以实习判官七爷八爷为主角的实境解谜游戏《阴间审判局》，以游戏创意展现宗教文化内涵，吸引许多民众热烈参与，共同响应捍卫社会公平正义。记者孙怀谈的报道。